后来继续来到金门，昨暝伫个烈士乡沙溪堡的附近，有民众看到2只中国籍的渔船出门大号闯入咱的禁限制水域，甚至离这个岸边才10公尺。渔民痛骂讲实在伤超过了，讲中国的渔船会食过界，可能是要掠较高级、较有价值的鱼啊。 2只渔船啊，一台倒平，一台正平，后来变一前一后，豆豆啊驶到岸边。这敢是暗时咧钓手竿啊？唔是，是中国非法过界渔船。有够含愈挖愈近，强要上岸。昨暝金门烈士乡沙溪堡附近，中国籍渔船出门大号，以咱国限制水域范围来看，2只渔船已经严重侵入，要挖差不多剩10公尺。 海巡陈经理继续用顶照射，结果讲袂当阁挖紧啊。经过了解，最近因为饵黄鱼大出，饵1公斤的价小几千块，黄鱼毛2、3千块。中国渔船有可能因为安尼来掠过界。大陆渔船越界有增加趋势，本队全天候派驻2艘巡防艇，在小金门南岸及北岸进行防堵。 为了维护渔民的生活，海巡的态度爱阁较强硬的。同一天，台东的人士嘛有这个情形。 看板用白漆喷真大字“中国台湾省”，毋若一个所在尔，沿路拢有喷。乡亲看到了后，讲这真正是有够咸。人士龙都地区看到公路亮灯啊，房啊拢互简体字攻占。立即联系兰屿乡公所，派员会同将该字眼涂销，并调阅监视器画面及查访周边居民，积极侦办中。目前已经红漆甲漆过，也是用纸板啊砍咧。 将会赶紧恢复原状。若乌白话破坏环境，这已经犯法啦，会使处3000块以下罚款，也是新界。若是内容不实，也是有恐吓，有可能犯着妨害名声、恐吓、危害安全等等的刑责。提醒咱乡亲千万唔通以身试法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